我很简单讲，我说我是火星人看台湾，因为我写的东西，这个我10几年前就开始写，那时候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很多东西大家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我说的很多天方夜谭慢慢开始实现了，这是我的一个大毛病。我做产业的时候，我也是通常比市场前10年到20年，所以我20年前做失败的赔了很多钱的东西，现在火的不得了啊！那做游戏也是有一点类似的味道。我很多的这个想法都做的太前面了，但是我游戏做了10多年了啊。那最后是但是因为做游戏没有赚钱嘛所以后来因为在中国做过5、6种行业，所以就所谓的久病成良医哈。久变成良医，否则也对不起投资人嘛哈。所以过去我们讲产业链哈 ，just in time， 是不是一个产品100多个地方在生产，然后一个电脑键盘在印度什么哪里在哪里，然后瞬间的 just in time 到一个地方组装成功，然后到市场去。这个产业链的概念，我相信以后至少打个6折。至少打个6折，甚至于更低。为什么？因为各个国家都发现到，就是大国都发现到，它必须自力更生。那台湾怎么办？那我个人是有一个看法，台湾的品牌呢，我是觉得台湾应该具有 Global 3T 的3T。为什么3T 这3个字？台湾 Technology Trust。台湾要能够做到说，只要你买我 MIT 的产品，你就可以 trust。台湾要打出这样的品牌，这样的信任度，台湾会不会本身就被迫进入一种非方块制的比例越来越大的一个社会？比如说新住民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次疫情过后呢，全世界都台湾化。刚才讲的2个因素，美中的制度性的对峙，还有这个疫情，全世界都就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什么非洲，全世界各国都已经台湾化。为什么呢？美国跟中国都要台湾选边站，你不选边，美国也不高兴，中国也不高兴。所以呢，这就是台湾嘛。美国跟中国都要他选边嘛。那台湾在这个被迫选边的这个夹缝中，已经活了70年了。就在这么窄的街道，我能够开车70年，我还没死掉 ，OK？ 所以我是老司机，对不对？我是老师傅，对不对？那你意大利是不是要来请教教？你捷克是不是要来请教教？现在各国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台湾人自己都还没意识到。所以我推一个概念叫做台湾学，台湾 knowledge。就是夹缝中生存70年没有车毁人亡的技能所以我们不要对未来我们要充满想象力。在现在这个美中对峙，还有这个病毒疫情改变地球秩序，然后整个欧洲不知所措，欧盟不知道会不会保得住很多问题。真正如果不要以为台湾很小，台湾其实因为世界已经台湾化的整个所有情况，就是台湾其实可以利用现在这个时间，就是 make a case， 就是把台湾的经验输出台湾knowledge。那么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很有可能在早至短至半年，长至比如说2年之内。美国会向台湾借某一张名片，所以台湾现在要开始想清楚，要不要借，该怎么借。然后台湾很多现在年轻人很困惑、很愤怒，觉得很没有道理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用品牌重新定位的技巧加以解决，或者